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上台之后，香港民主法治不断倒退，其中一大劣迹就是发动亲共组织攻击法轮功真相点，有团体举行揭露土共恶行集会，呼吁市民站出来支持法轮功。趁着元旦岛联大游行召开之际，香港市民法轮功问题关注组在维园举行揭露香港青年关爱协会土共恶行报告会，并呼吁市民加入他们的游行队伍。发起人熊立表示，很多市民和他们照相，竖起大拇指支持他们。我们的诉求就是希望呢有更多的市民能够了解法轮功，能够认识法轮功，能够支持法轮功，能够保护法轮功，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制造的大冤案。所以我们香港市民要为法轮功讲一句公道话。游行队伍途经铜锣湾时，金瓜岸沿途悬挂的多幅污蔑法輪功的橫幅都被割爛，有市民斥責中共禍害香港。中共個特務組織嚟㗎，呢個係啊，即係中共收買咗嚟香港破壞法輪功嘅和諧，所以我哋市民要多啲出嚟支持係。近日，有市民戴上威煞面具，割爛污蔑法輪功的橫幅，成為網絡英雄。遊行隊伍中也有出現威煞青年，即係抗議呢個獨權、極權嘅統治嚟嘅，即係呢個面具係希望係可以喚醒到市民對一啲不公義嘅事情發聲咯。而這個狼造型就是諷刺梁振英是共產黨員，有市民則寫上香港已死標語，強調絕不接受地下黨當特首。共產黨令到梁振英佢上台咧，為我哋香港咧去帶嚟咧係跌去萬丈深淵。佢唔係以一個香港人嘅思維去管理我哋香港，佢係用一個中國共產黨嘅思維咧去管治香港，所以我哋香港人係唔接受。新唐人記者梁真、楊安娜香港報道。